大家好，我講幾句説話啊！今日好高興大家嚟呢度。我哋萬元基金係今年咧喺呢度第一次搞活動。其實嚟講，第一次係 lockdown 搞活動，因為咧我哋之前咧都唔知 lockdown 有咁多華人。我聽人哋講，全荷蘭華人最多係 lockdown。我哋萬元基金係佢咩咧？佢係為咗我哋華人長者服務嘅。咩係華人長者咧？55歲以上都係華人長者。咁所以咧，我係啱啱開始 Utrecht 我已經有啦。咁所以我今日見到咁多人嚟啦，我好開心。我諗住5、6個人、10個人都差唔多，冇諗到咁多人喺度係咪先？所以我都好開心，大家都出嚟同我哋做一個交流。咁我哋請咗 Danspaleis 咧，荷蘭一個嚟自 AMS 嘅機構嚟嘅，佢咧都係同我哋長者嚟跳舞啊，係咪先？今日特別咧，我哋用咗廣東歌，70年代嘅廣府人多啲嘛呢度。梗係嚟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人都有啊！呢度係咪先？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民族嚟嘅啫，係先？我話冇分咁多啦，大家我哋都係華人喺呢度，係嘛？我哋基金會，我哋2026年肯定嚟呢度噶啦。但係咧，我需要大家都係幫我哋咩咧？需要有咩活動，想要咩嘢，話俾我哋知，或者話俾你哋大家知，都會有人通知我哋噶啦。我哋盡量為大家服務。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顧住自己。因為我哋有自己嘅文化、自己嘅傳統，係咪先？咁所以我哋 keep 住佢哋，我哋係可能繼續落去。所以我哋萬元基金佢係做一個開始，但係都好希望大家嘅幫助可以繼續幫我哋中華文化傳落去。希望大家一齊嚟，同我哋一齊歡樂，同我哋一齊搞活動，一齊健康活到老，好唔好啊？多謝大家今日。這麼簡單。哇哦！那大家剛才也看到了，今天我在Rotterdam搞這個活動非常的成功，我們華人長者呢也來了很多。那今天呢，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了，我沒想到我們準備是15到20個華人長者的活動，今天來了40多個人，哇！我覺得雖然說這個地方比較偏僻一點哦，但是它非常好，在這個圖書館裡面。那今天大家也要弄好了，他們也自己來收拾一下，對吧？所以呢，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這麼多人華人來。接下來我們在Rotterdam的話，還有星期15號、22號、29號都是在這個圖書館裡面，好吧？在我的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得到，還關注一下這個時間，都是1點鐘開始的，到時候歡迎大家來這裡娛樂，大家一起來跳舞。但是我們在這裡的話，準備明年2026年就開始了，但是地方還未定明年。那今天呢，我們就說到這裡了，非常的高興能大家來了這麼多的華人長者在羅德當慶祝我們這個第一次的這個跳舞的活動，萬元基金會等着你們，記住了啊！星期15號、22號、29號都是在這個圖書館裡面，到時候請大家過來一起來歡樂，加入我們這個萬元基金會的大家庭，好不好？謝謝，拜拜。